幸有这个机会能来观赏这出戏。我觉得很难得能从电视上或是影像上面看到我们小时候所学的历史故事，然后会发现这都是台湾人所经历的一段过程，然后这些都堆叠出现在的我们。我真的喜欢这个电影，我是从印度来的，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更了解台湾的历史，我真的推荐大家应该看这个电影。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辛苦跟痛苦的东西，然后星空下的黑潮岛屿直面了这个事情，然后在一个这么大的荧幕可以跟大家分享当时的历史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来看，用我们的力量好好爱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是一部非常令人感动的一部剧。这部剧呢，其实反映了很多时代性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也让台湾人更能够珍惜现在此刻当下的这个民主自由，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锁定我们的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必追好剧《星空下的舞潮岛屿》。星空下的黑潮岛屿一定要来看哦！